玫瑰木乐团的乐声中，梁友辉优秀特警学子表扬各开事部200位得到表扬学生，拢是由校方根据在校成绩以及家境来推荐。今年的活动以音乐会形态来进行，现场气氛相当的温馨。玫瑰木的这个音乐会我已经听了第2次了哈，那但是感动的程度呢比上一次更感动，因为结合了我们曾树良议员的东区之友，那这样子我们同时颁发这个奖助学金给我们清寒的学子，那主要的目的就是鼓励他们呢可以勇敢的面对生命的困境，那不要轻易的放弃生命，好，可以在我们的人生中持续的不断的继续努力。梁友辉爱在东区优秀特警学子表扬活动，今年已经是迈入第20档。在疫情之前，大多拢是以参会方式来进行。疫情期间虽然无中断，但以校园刺激方式来展开。为了让活动更具意义，今年邀请玫瑰木乐团进行表演，并结合反毒、反暴力、反霸凌，用歌声唱出真实感人的生命奋斗故事。也把这个生命教育，还有对人生很多的启发，这些故事、音乐带给特进学子。那真的非常开心，今天有这样的活动。那我相信我们在这4年的行演，每年至少1年影响到10万个学生的生命行为。那我们除了在全台湾各地演出之外，当然最重要要把我们这份的生命教育带给我自己的故乡台南。生命教育呢是芝姐也很重视的一环，那很有这个荣幸可以认识舒医师，是我生命里面很不一样的一篇乐章。那今天的活动呢，也希望现场的全体的师生，还有现场许多我们良友会的贵宾也都亲自莅临现场，包括我的父亲曾顺良，还有我的母亲曾黄碧霞女士，他们2位呢都抱持着这个很正面的心情来出席我们今天的这个盛会。那今天呢真的是感受良多，那在听这个演唱会的过程中呢，芝姐也落下了眼泪，因为舒医师对这个生命教育的这个贡献呢实在是不简单。那也恭喜玫瑰木乐团在今年荣获了我们教育部的社会贡献奖，那这是一个殊荣。那也希望有更多跟我们良友会一样的各界的好朋友，大家走着走着可以走在一起，为我们台南市民朋友带来更不一样的正面讯息。玫瑰木乐团主唱苏世阳，另外一个身份就是病院急诊室主任，因为伫病院看到太多生离死别，会将工课时所见的真实故事编写成一首感人的歌曲，用音乐鼓励所有人在面对困境时，永远莫放弃。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。